自然的喜悦，那这个家庭的整体运势依然是残缺的。对，它就是一个整体。这让我想到企业管理里面常讲的木桶效应，就是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其实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嘛。没错，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真正的家庭圆满要求每一个角色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特定的影响力，这4个状态真的是缺一不可的。确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究这4个状态的本质。你觉得为什么长者对应的是长寿？可能不仅仅是活得久吧。对，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态中，长者的安康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存活，它更代表着一种历史的纵深和稳定感。他们就像是家庭记忆的载体，能提供跨越时间的视角，让年轻一代在面对短期波动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焦虑。啊，也就是一种定海神针的感觉。没错，同样的，孩子对应的喜悦，代表的是系统中的活力，还有对未来的开放性。这份文献强调，个人的责任义务与整体的福分是深度绑定的。这意味着，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你的情绪状态、身心健康，不再只是你个人的私事了。而是会直接牵动，甚至决定整个微观生态系统的运作效率哦。完全正确。这个观点真的把家庭成员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耶。这不再只是讨论说谁洗碗、谁缴账单这种表面分工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都在负责维护某一种特定的系统能量。对的。不过，了解了这前4个角色状态的基础设定之后，接下来才真的有趣了。哦，怎么说？如果说角色分配是这个系统的硬体设备，那资料里紧接着提到的第5、第6与第7项要素，也就是和气、包容与谦让，根本就是驱动整个家庭运势的软体程式啊。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因为一般我们听到和气、包容这些词，很容易把它们当作那种老生常谈的道德劝说嘛，好像只是教人家脾气好一点，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之类的。对，大部分人会觉得这只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但这一份文献的叙述其实非常强硬哦，它明确指出这3种态度是招致财富与事事顺遂的关键，把这种看似柔软的态度直接跟实质的财富和好运挂钩，这其中的逻辑连结到底是什么？这就像是家庭的财富吸引力法则一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更大的脉络来看，这其实是非常精准的组织行为学，或者可以说是能量管理学。能量管理学，对，为什么这3种态度能产生招致财富的效应？资料中提到了个人修身与集体和谐的因果关系。你可以把一个